后来3多2这个强烈的风台，结果10天，风台目是看现，而且这个强度还阁继续的增加。气象局的前局长陈明典讲，这个风台若是登陆的迄个地点，一定是透大风、落大雨。也毋过好消息是，这个中央山脉嘛一定会破坏伊的结果。 尤其是伫个宏尾的西半部地区，风雨会较细，嘛互真侪民众赞叹，讲这个中央山脉果然是台湾的护国神山。溪水真错流，买了水过溪都爱真细致。这是花莲到溪乡的瓦拉米步道，有3位登山客伫咧落山时，因为风台过境，溪水中大水掉伫山顶，加在救援队用绳仔将人救落山。 3多2风台步步进逼，尤其东半部甲南部地区已经开始感受到伊的威力。因那今仔日半暝2点乘坐强台，风台感更加是看甲清楚，结果嘛真十足，未来有可能会搁再增强。前气象局长陈明典也讲，3多2登陆了后，风雨已正透，加上风台行了前班，甲风面分析，气象会产生强盘效应。不过好消息是，海峡顶的大空气会继续加入风台内部，而且风台要跨过中央山脉，结果真有可能会互破坏。看风调度就知影，3多2结果的风雨真大。 不过台湾本岛明显风雨减少，西半部地区是正方面，风雨嘛无遐大。当然，风台准备袂当放松，全台湾真侪位水库嘛已经进行预防性的放水。调节性放水，因为要兼顾即将要到来的枯水期，都会跟中央气象局的降雨研判密切的来结合，那让我们所放的水量不至于过多，而且还可以达到防洪的效果。目前全台湾水库的储水量差不多拢伫75%以上，石门水库甲曾文水库昨已经成放水。今仔日北中南真侪位水库嘛预防性放水，避免若上大雨水库溢出来，会造成更较大的灾情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